得我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學到咧，即係生涯規劃唔係淨係職涯即係工作上面咯，而係你人生嘅入邊一個規劃咯，可以係好細嘅即係小學啊或者中學生，又或者係個對象係可以中年人士都可以喎。今日個 case 就係中年人士啦，又或者甚至乎原來係退休人士咧，都係適合去幫佢去解決佢嘅疑難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幫到自己啦，又幫到人啦。之餘其實係可以應用喺好多身邊嘅人方面，即係可能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係你屋企人，佢可能對自己生活或者將來有疑惑嘅時候，你都係可以透過同佢傾偈，去幫佢一來就係揾到佢自己個性格特質啦，幫佢發掘一啲自己嘅優點或者係長處啦，之餘係可以令到佢有啲方向去解決問題，或者解決生活上面將來路向方面嘅一啲疑難咯。學到嘅就係透過發問或者係令到佢了解自己多咗。咁就其實可能都已經係幫到佢未來一啲嘅方向。